拍電影其中一個妙處就係可以體驗喺現實生活中未擔當過嘅角色，好似新戲中梁詠琪、古天樂就首次拍檔演夫婦，仲要生咗個女，所以無論喺戲內戲外都令佢哋感受到俾人叫做媽咪爹哋嘅樂趣。不過就有啲為難咗古仔啦。其實可能我個人比較好恰啲啦。點樣？俾小朋友恰嘅？係咁，我又唔係好出聲嘅。點恰法咧？都係恰得好過癮，恰極都唔出聲。恰到點㗎？我頭先都有講啦，因為佢係學跆拳道嘅，咁所以佢都會將學咗嘅嘢用喺我身上。你沙包咁打咁咪？咁呢個我就唔講得啦。咁打古仔，睇嚟以為人母嘅楊千嬅應該過翻兩招育兒秘方，俾古仔以備不時之需啊！有時搣爛嘢或者唔想抌嘢落地下又好，自己故意抌都好，我都話Taurus no。咁跟住話俾你唔好嘅時候，咁可能佢都會奀皮豬話，即係佢會話唔講咯，話媽咪咁你要講乜嘢啊？咁咪 say sorry， 咁佢就晾喺度啦。跟住就隔一陣佢都會話唔得，你唔啱啊咁樣，咁你話你要 say 乜嘢？跟住媽咪 sorry 咁樣，即係都有一啲都唔係即係小朋友都要耐性嘅。啱喺4月14號生日嘅曾志偉，上年60大壽大排筵席，今年應該可以唞一唞啦啩？點知志偉哥咁樣形容今年嘅生日啊？好擠擁，因為咧今年咧好擠擁係因為唔係我生日最重要，係成龍啦、黃杏秀啦，因為冚唪唥都係登陸。我話舊年登陸啊，今年到佢哋登陸，咁啊所以咧就係先去慶祝咗佢哋先咧。咁啊黃秀咁啱同我同埋一日噶嘛，所以今年我自己都唔搞啦。咁因為大家好多共通朋友啦，譬如阿倫啊，咁啊成班都係啦。咁啊所以同咗佢哋去馬來西亞啦。跟住我有班朋友喺新加坡等我啦，咁我翻到新加坡啦。跟住搞到咪病咯。日前亂無組合 AD2 宣布拆夥，被問到擔唔擔心從此銷聲匿跡，佢哋就話唔係 Dada 陳靜唔會突然退隱，語帶譏諷。不過 Dada 就冇放上心，更加表示只會做好自己嘅本分，唔會理其他人嘅睇法。Dada 嘅回應就同曾經執導低俗喜劇嘅彭浩翔一模一樣，即使面對內地指責香港電影只係賣弄情色、粗口同埋暴力，彭導依然會堅持自我風格㗎。咁只不過可能係因為內地又冇分級制，所以內地刻意咁樣迴避咗呢個題目。咁就唔代表內地冇一啲情色嘅題材嘅。咁只不過佢哋冇辦法喺戲院上面上啫。咁亦都唔見得淨係香港先有呢種題材嘅。呢班電影嘅首映禮咧，一班 fans 除咗去支持佢哋自己嘅偶像演員之外，相信佢哋亦都希望香港製作嘅電影可以更加繁榮㗎。娛樂新聞鍾偉喬報導。